讲道，搭船开到最深的所在，咱请怎么书？愿主将深深的平安赏赐予咱大家。愿主将深深的福分放伫恁的家族到万世代。也愿咱今仔日的礼拜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咱就亲像今仔日的故事的彼得讲：主我来跟对你。咱同心搁一摆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，亲像出外的囡仔，阮倒来到老爸的厝，阮伫你的面前来求叫你，求你将你的温情、将你的恩惠、将你的关联甲快乐放伫阮逐人的心上，互阮亲像今仔日的故事，是一定受祝福的人。主啊，你伫人的欠缺、软弱的中间来呼召，主你互彼得有分伫上帝你的国度。主啊，这个故事伫逐世代讲起的时，愿这种的祝福也临到伫正人的中间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亲像妖的囡仔，阮羡慕你所赏赐的，无论是喜乐平安，无论是智慧能力，无论是一种满足深度的应允，阮拢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伫今仔日阮对你祈祷的时，你赏赐互阮。阮伫你的面前同齐祈祷，确无我靠耶稣基督的应允，阿门。今仔日我要用这个故事来甲咱做伙做祈祷，也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这个故事的内底，咱会通得到帮助甲造就。这伫新约的故事中间，是耶稣头一摆来呼召人做伊的学生，所以这个故事是伫耶稣一生中间工作的起头。这个故事嘛表明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上重要是要带人来得到祝福。这个故事咧讲起西比太的囝雅各甲约翰以及西门彼得，因怎样伫人生、伫职业、伫因的生活中间来看见一项真奇怪不平凡的代志。因为耶稣将上帝祝福带到人的中间，愿咱伫今仔日的这个经文的内底，咱来得到帮助。这段圣经咧讲起，有真侪人伫咬喙打的时，伊羡慕会通听到上帝话，因为捌听见风声讲，有一个牛人，伊的名叫做耶稣；有一个充满能力的人，伊的名叫做耶稣。所以有真侪人就好奇。伫逐所在来跟对伊，亲像亚老节安尼。所以今仔日圣经咧讲起，伫革尼撒勒湖是以色列中东地区的一个湖。耶稣来到这个所在的时，真侪军队的军将。今仔日的圣经记载讲，这个人想要听上帝的话，这个人想要听上帝的话。耶稣无准备礼拜堂，耶稣嘛无伊的讲台。耶稣嘛无伊的教识，所以耶稣常常伊对人的祝福，拢是伫临时的中间来照应人的工区。所以今仔日圣经讲起，伊看到有两只船，因伫一暝的讨鱼到天光，因伫野山收工咧洗迄个渔网的时，因咧洗迄个网啊，迄个网鱼讨鱼的网，全是耶稣甲彼得讲。将你的船驶到岸边，因为真侪军将常常拢会客伫伊的身边。耶稣毋望会当有一点点的距离，互更较侪人无因为伫遐烧客来忽略掉上帝的路卜。所以彼得就是照伊的话安尼做。今仔圣经讲，耶稣就伫迄个湖边徛伫船顶，咱人想象。迄其实是一只无真大只的，咱会想到古早的台湾的渔船叫做三班啊，也是讲更较大只一点啊。伫这个船的顶端，耶稣开始讲道，讲道了后，当会众拢离开的时，耶稣将一个真贵重的邀请甲机会，耶稣甲这个船的主人西门，迄个时阵西门还未叫做彼得，伊的本名叫做西门。所以耶稣甲伊讲：你将你的船
开到最深的所在，你将你的船，将你的职业带到深水的所在，伫遐拍梦。耶稣要让一个人经验到伊的生活、伊的职业、伊的一生得到上帝的供应。彼得这个时阵，甲耶稣应一句话讲：耶稣，我已经规暝对暗暝到天光，我实在是忝到要死。我规暝讨无鱼，这是为我的命运。我会当努力，但是我不一定收成；我会当努力，但是我不一定得到。但是伫遮，伊讲一句真特别的话，第5节，伊讲总是因为你的话，彼得有听到耶稣的讲道，所以知影是一种的信仰甲道理。但是，这个信仰甲道理甲我的生活，敢有关系吗？彼得伫这个时阵，伊真有福气，因为伊采取一个真特别的机会。彼得甲耶稣讲：因为你的话，所以我照安尼做。伊将伊的专业、将伊的经验就放伫一边，以后耶稣来进入伊的人生的中间。这个故事有一句真深特别的所在，今仔日我特别用红字甲咱写起来，希望咱对这个会当得到帮助。伊伫这个所在有4个字，叫做水深之处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嘛需要有这个最深的所在，因为伫咱的人生极丰富的所在，极深的平安，极深的富足，极深的智慧，这拢是咱伫人生中间所追求的。咱爱咱的囡仔受好的教育，毋是读高中、初中就满足。若有能力，咱爱咱的囡仔，咱爱栽培咱的囡仔，搁较侪钱，咱嘛愿意，互伊出外出国，到各所在来得到好的教育。兄弟姊妹，你的最深的所在伫什么所在？今日这个故事暂时讲到这，但是伊真要紧，引起咱一个好奇甲祈祷。主啊，彼得伊的最深的所在，是伊看到你的奇妙的作为。兄弟姊妹，今日这个诗篇就是安尼，咱要伫最深的所在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恁愿意吗？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大风大影；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最极大的压力的中间；伫咱生命灵魂极深的所在，咱要看见上帝奇妙作为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今仔日无需为着咱的祈祷。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上帝开咱的目睭。互咱看到伫咱人生中间上界重要迄个智慧，互咱伫人生中间看到咱上界重要的机会，因为有时机会来，咱看无；有时祝福来，咱看无。但是愿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伊亲像邀请彼得共款，伊嘛甲咱叫，伊讲伫你野生的生活的内底。互上帝搁一摆，为着你做奇妙的大事。这个故事讲，彼得将这个网啊抽起来的时阵，收起来的时阵，伊讲迄个船用要变过，因为从来毋捌望过遮尔丰收的这个收成。伊讲连伊的船就无才调来承受加倍祝福。今日圣经讲，伊就叫边仔的船拢来，一只船抵2只船。伊的意思就是加倍祝福伫人的人生的中间。然后彼得跪落去伫船底，伫跪伫咧船的3板仔船的这个甲板的顶端，伊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是罪人。什么意思？彼得是一个对上帝一世人的，检采就是法利赛人。彼得是一个敬虔的。跟对上帝的囝儿，但是以前的信只有伫这个所在，伫迄个时刻，伊的信进入到伊的生命的内底，经历着上帝的同在，是基督徒真要紧的祝福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亲像彼得，
圣经讲，伊看见上帝伫伊的生命、伫伊的职业带来加倍的祝福。伊看见徛伫伊的面前，这个人是甲所有的老师拢无共款，因为所有伫耶路撒冷的礼拜堂的遐个列比经学士，无一个人亲像耶稣，伊我都互伊个讲道的经文变做活活的祝福。所以彼得伫这个所在讲：主啊，离开我。这个所在有一个字，第9节，伊讲众人拢着惊。着惊这个字英语叫做 amazing， 意思就是伊看到一项新耶的记号了后，伊对心中有讲不出来迄种的感慨、赞叹。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放落咱一切的羁绊。就算做咱得到全世界来丧失生命，敢会通换咱的生命吗？这就是耶稣伊讲出来一句反省的话。伊讲：人若趁到全世界，却是丧失了伊的活命。活命、世界，对一项较重要。愿咱伫主的面前求讨一个信仰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故事。求天父上帝，拢互咱每一个人拢有深深的灵魂，就是随身之处。这两礼拜我读一本册，咧讲起人的灵魂内底至深的所在。古伦神父咧讲起伫人的心灵的内底有8种的七情六欲。伊讲伫人的内心中间有真侪的情绪。伊伫这本册内底讲到人的中间有真侪的苦楚，有真侪的受气、怨妒、愤怒、不安、苦楚、交疑。伊讲伫真侪这些情绪的中间，人要怎样？这个信仰的老师古伦伊讲，你要邀请这个情绪进入你的心的内底，然后你要安静落来，你要静静问你家己讲，这个时阵我的心内的情绪到底在对我讲什么话？然后接受伫你所拄到的心灵的内底。伊讲，你将你的心内这个囡仔带到你厝内迄个随身之处。伊讲，每一个基督徒伫祈祷的中间上重要，就是将咱的情绪带到灵魂的密室。意思就是目房门关起来，无人通搅扰。咱来将这个情绪带到，只有一间圣洁的礼拜堂是上帝甲咱，无其他的人会通伫迄个所在搅扰咱。古伦神父甲伊讲，这是由上帝所赏赐咱灵魂的深处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？你拥有一个很漂亮的密室，有一间真水美丽的礼拜堂，是你来条件上帝吗？今年初到今晚，我要阁欢喜满足幸福，因为咱的教会礼拜堂拄起好无偌久。我从来毋捌甲咱的建设放头一条的消息稿，但今仔日我甲这个头一条消息稿讲，感谢上帝赏赐阮一只钢琴。因为当这个钢琴搬入来了后，第一个美秀，第一个所在造圣诗的时，我发现上帝赏赐咱一个新的声音，是以前旧的钢琴无的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伫咱生命的礼拜堂的内底，常常将伊的水，将伊的荣耀赏赐予咱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用今仔日的圣经甲题目做你的祈祷吗？你愿意互耶稣的邀请，就亲像耶稣对彼得讲，将你的船驶到最深的所在，不要受水的人，敢若加伫岸边，咱叫做生水，海涌来，淡仔喐来喐去，安尼拉来拉去，镜头若淡就好啊。但是真正若要经验到海的水的人，伊袂惊最深的所在，因为伊知最深的所在有美丽的世界。求天父上帝带咱，互咱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而且今仔日有2节的金句，一节写伫咱的周报，
实在写伫咱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兄弟姊妹该背起来。你甲上帝祷讲，上帝在我水深之处，我必看见你奇妙的作为。你愿意安尼祈祷吗？上帝伫我人生中间的大风大影，主求你让我看见，愈危险，愈有机会。所以古早人甲咱讲，危机就是转机。伫咱生命中间，常常有一个水深之处，求天父上帝将这个机会赏赐予咱，嘛求圣神开咱的目睭，因为有时咱用较粗鲁的话讲，目睭顾着喇嘛，安怎看拢看无。咱求天父上帝将这个遮盖，将这个压榨，对咱的生命中间甲咱拄起，互咱看到祝福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今仔日我邀请咱，我羡慕彼得所得的祝福，也是牧师为着咱在座每一个大大小小所做的祈祷。主啊，求你赏赐阮明理的心，阮的呛水亲像智慧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日的金句讲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所追求的人生亲像深水，伊的生命的策略。亲像迄个深水井所抽出来的水，甲浅水井是无同款的。今仔圣经咧讲起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的生命的深度，伊需要去抢水起来啉。一个指引深邃，台湾话足水。上古早的台湾话就写伫圣经内底白话字，伊讲抢水啦。古早无碰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古籍用说啊，这叫做抢水啊。后来汉字的字典写讲叫做协水，什么叫做协水？后来咱开始有水井了，有碰扑啊，有无？用手协的。所以有人该写一个手字旁啊，秋天的秋，这叫做古早的抢水。佮有人该写手字旁啊，帮咱的协助的协，叫做协水。兄弟姊妹。咱的生命的灵魂的深度，咱需要将伊提起来。咱需要上帝早就已经伫咱的生命灵魂的中间准备一口生命的活水泉。兄弟姊妹，用祈祷甲伊摕出来啉。求天父上帝赏赐咱，阮每一个人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求上帝开咱的目睭。咱甲主祷讲，主我以前是一个囡仔。什么贵重的事甲代志，我有时袂明白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教我这个会，有会的人爱做有会智慧的事。主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耶稣，亲像彼得看到耶稣。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亲像箴言第20章第50讲：人心中有策略，亲像深水，独只有明理的人，伊才会通。像伊，才当像伊来啉。求天父上帝赏赐阮的囡仔，互阮的囡仔伫这个弯巧背逆的时代，因独只有伫上帝真理的话内底找到生命的真光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写伫咱的囡仔因的心中。兄弟姊妹，这2节的圣经该背起来：诗篇、箴言，诗篇、箴言。愿天父上帝互恁会北来，愿天父上帝互咱的心思意念，愿天父上帝互咱的目睭，咱成做一个有深度生命的基督徒。因为咱的上帝是长阔关心，因为咱的上帝是长阔关心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。伫今仔日的圣经，牧师要邀请咱做第2个祈祷。主求你帮助我，引带我，主你带我到最深的所在。咱知影远洋渔船的船长，伊的收入拢高过其他的船员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头家将遐贵重的船要交一个船长，敢是伫咧茫茫大海内底乌白使吗？毋是。是因为这个船长过去咧走船的过程中间，伫个年纪的中间，知影伫个人生的经验中间，茫茫大海中间有某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异常
渔场是丰富的，所以有经验的船长，伊知影要去什么所在，找到鱼群伫某一个季节就会啉到，迄个奇妙的事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要带咱到最深的所在，来用咱信仰的话、生活的话来讲，就是迈向成熟、灵命晋升。兄弟姊妹，咱唔通做一个亚香对白基督徒。你头一日来到教会，到今仔日，你的信仰的程度永远停留伫第一日，只有靠情绪，只有靠感动。基督徒的信仰需要通过圣经，安静，亲像咧食营养的物件。上帝将伊的话互咱食，食了后，咱的体质，咱的身躯勇健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第二个，咱做伙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祷告。使我要伫我的灵魂深深的所在，我要追求一个成熟、智慧、深度的情绪的人。我的情绪不搁再互透风台来影响，我的心内要有满足的欢喜，我的心内要有满足的喜乐，我的心内要有满足的平安。什么人会当遮尔大胆讲？我有满足的欢喜，我有真正坚固的平安甲喜乐。求天父上帝将这个放伫咱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你的灵魂的深处伫什么所在？圣经中间咧讲起最深的所在有几啊摆的故事，今仔日这是彼得的故事，还有另外一个叫以西结。伫以西结祈祷的时，这个先知伊看到上帝开伊的目睭，圣神开伊的目睭，看到伫礼拜堂中间有一个上帝圣神的活水的江河对礼拜堂动起流。伊看到这个水流过的所在，头啊浅浅啊，后来这条水、这条河就流入所谓的死海，所谓约旦河。伊看到这条小小礼拜堂流出去圣神稳定的江河，伊最后成做活命的水泉。伊看到这条水流过的所在，逐所在的活命拢青翠，逐所在的病痛得到医治。以西结问上帝讲：这到底什么意思？圣神带伊行，伊对礼拜堂行出去，行入世界。头水浅浅，到伊的脚花，后来到伊的脚腕，后来到伊的脚豆腐，后来到伊的腰，后来到伊的胸，愈行愈深，到最后，伊无法度用行的，就扑伫迄个水面，圣神带伊倒来。愿天父上帝对恁讲故事，兄弟姊妹，你愿意看见世间所有一切的水吗？咱拢做爱旅游，无论是坐游轮，无论是坐飞轮机，咱拢爱真爱去到迄个甲咱台湾的风景无共款的所在。咱爱看大山，咱爱看南极，咱爱看北极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的生命中间要因为看见无共款的景致，产生无共款的情绪、智慧甲经验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最深的所在有四项。第一，既然有上帝同在的所在，就是最深的所在。今仔日的圣经讲，因对最深的所在看见耶和华的作为。什么所在会通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？就是一阵敬拜上帝的礼拜堂，基督徒的中间，人要看到这阵的基督徒。洪娟的妈妈，就是你甲阮分享，你听到，伊甲陈牧师讲，因的厝边拢咧学了讲。教会即摆足水，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敢有互人看到上帝祝福的水？开要紧，毋是即个礼拜堂，感谢上帝，礼拜堂是一个开始。所有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的人生拢要真侪人看到上帝奇妙作为的记号。第二，亲像以西结书第4章。第47章，恁会当对40章开始看起，伫迄个所在圣神开始做工。第47章咧讲起迄个活水江河，圣神所传来流出来迄个活水江河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第三，伫咱心灵最深的所在，
古伦神父讲：我起初我的情绪伫我的心情，我若受气就噗噗跳，血压就悬到200。伊讲伫最深的所在，应该将这个情绪带到我灵魂的深深的所在。有真侪宗教拢教人都爱安静，爱人爱默想，爱人爱坐善，对无？有真侪宗教拢教人伫安静的中间会通进入平安、涅槃、光明。上帝讲伫你的生命中间，就是我的国度。这是耶稣讲。因为学生问伊讲：耶稣啊，上帝的天堂伫什么所在？耶稣甲伊讲：天堂伫你的心中。这就是灵魂至深的所在。耶稣用伊的疼满足咱，所以圣经伫以弗所书伊讲。上帝将长看关深的疼，长看关深的疼，赏赐予世间人，因就明白神爱世人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之地，小小的结论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，求就互咱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咱开。兄弟姊妹，咱若无亲像彼得顺服，咱若无亲像彼得军队，就无今仔日的基督徒。就是因为彼得有放落伊的一切，所以彼得才做初代教会第一个牧师。伊的上坑伫罗马梵蒂冈，伫迄个圣彼得大教堂的门口，有一个耶稣式的铜像，就是2000年前的彼得。这个放落一切来军队耶稣的彼得，后来耶稣将天国锁匙交予伊。2000年以来，真侪象征性上帝的罗卜，伊要将活命的门的锁匙带到世间的各所在。天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亲像彼得讲：主，我愿意，主，互我对你好唔好？主，互我对你好唔好？有什么种的人？伫伊的生命中间，要忽然有一个光，伊会当选择伊生命的改变。可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，我嘛要成做这种的人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首先来追求你，然后才来完成你伫世间所赏赐予我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生命成熟，灵命有深度。咱伫主的面前，若安尼讨，咱就会慢慢大汉。无一个囡仔一暝大一寸，迄是古早人讲的喊过。但是，伊咧讲的形容就是因仰望老母仰望伊的宝贝囡仔，伊会当有成长的快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一暝大一寸。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红孩仔长大成人，后来就弃杀囡仔的时阵的心思意念甲习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亲像耶稣，克西马尼园的祈祷，就是咱最深的所在。伫咱的灵魂深的所在祈祷，有几个功课。第一，就是从放下到获得；第二，从肤浅到深度；第三，从世俗到朝圣；第四，从根理的根基加做深思熟虑；最后，加做一个有坚固地基、无受摇动的基督徒。那这你爱吗？你若爱，用今日周报中间的祈祷，做咱共同的祈祷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帮助阮，阮的粗浅，阮的粗俗，阮的寒慢。主伫你无限量的智慧、真理、权柄甲能力、平安甲喜乐。主伫你无限丰盛的活命中间。阮恳求你养赐阮，
互阮的生命中间有一种满足的幸福。主，因为你是满足的源头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空虚欠缺的生命往你拍开。主，你祝福阮在座每一个人，无论囡仔到老人，主每一个人拢充满幸福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存来交互你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圣神做阮的船长；对今仔日开始，圣神带阮行一条喜乐的、平安的、丰盛的道路。阮伫你面前同心求讨，虽然未堪得，但是求上帝赏赐。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